辉达接获5000亿美国能源部的大单，昨天股价创下历史新高。台积电今天创下历史新高，没有跟上的投资人在这里怎么办？我告诉大家，操作策略非常简单，这些晶片都要跟台积电来拿。台积电生产晶片之后呢，要经过先进封装制程，才能送到辉达的手中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逻辑很简单，大家看看日月光今天是不是创下历史新高？你不用追日月光，我跟你介绍2360的次茂，3D IC 先进封装联盟当中的次茂。我说千金股的毛利率都没有赢它，次茂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？搞不好很快又要上1000块钱了。那么另外6217的中探针这个地方是不是今天拉上涨停板？它是不是落后补涨？你再看看记忆体，今天涨停板是谁？勤雅，勤雅是不是落后补涨？所以各位，两岸8千点行情你没有跟上没有关系，你看看勤雅，你看看中探针这2档股票，跟着我的投资人全部都有。所以下一档落后的涨价概念股不会做人，跟上我们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